各位 Sense 嘅聽眾大家好，我叫阿 Ken，今日係2026年2月20日年初四，今次係呢個頻道第一條片。首先喺度，我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心想事成，恭喜發財。我先介紹下 Sense 呢個頻道，呢度主要環繞有關市場推廣同埋 IT 相關嘅實務知識，等大家可以喺呢個不確定性嘅大環境，可以學多啲嘢傍身。首先，我想講講宣傳方面。我會由歷史最悠久嘅派傳單服務開始。喺好多年前，派傳單係大部分中小企賴以為生嘅宣傳渠道。由於嗰時冇互聯網，喺電視電台賣廣告又非常昂貴，唔係一般中小企能夠負擔。而派傳單只要揾到一個勤勤力力嘅人，就可以有效咁幫你宣傳。我公司做派傳單服務都有好多年歷史，我見好多種派傳單員，可以咁講，10個派傳單員有8個都唔合格。絕大部分嘅心態都係揾份冇人管理嘅工，佢哋多數嚟自茶餐廳嘅散工同埋待業嘅年青人，佢哋冇將份工放喺心，好多派兩派就偷偷地走咗去蛇王。講咗咁耐，點先可以做好派傳單嘅工作？我由客戶嗰邊嘅 feedback 了解到，一位好嘅派傳單員會令接收傳單嘅途人開心。你哋有冇試過接傳單都接得好開心？呢個當然要由心態做起，要喜歡呢份工作，唔好認為派傳單係唔見得人嘅工作。心態唔變，好難做得好。講完心態，我哋就講下技巧，唔係誇張。做派傳單都要識睇人，當你派得多，你會知道邊啲人會拎，邊啲人唔會拎。可以先由眼神接觸開始。如果你望住途人，並做出準備派傳單嘅動作，如果對方都有望過嚟，咁會接傳單嘅機會較大。不過當然唔係100%啦。仲有派傳單員，千祈唔好浪費時間喺接傳單機會較細嘅人身上。好多時兩隻手拎住嘢扶緊老人家嘅都係唔會拎，不過呢啲都係基本功。不過我發覺一位真係優秀嘅派傳單員，佢哋嘅氣場同人哋係唔同。我自己平時派傳單，平均都可以派到百幾張一個鐘，但有啲人我就係派唔到，尤其是中學生。就算平時派得幾好，一遇到中學生我就冇晒符。我記得好多年前我自己親自落手去派九龍城民生書院，當其時都有一個上咗年紀嘅派傳單員同我一齊企喺門口派。佢拎住啲靚靚嘅文件夾，想派俾啲學生，但嗰啲學生完全冇想拎嘅衝動。不過我有2位姐姐，居然可以派到，仲可以走埋去幾位等緊車嘅女中學生，成功派到俾佢哋。有啲外國人唔肯拎，佢哋都可以同外國人講笑話，最後成功派到。呢啲真係要好厚面皮先做到。佢哋以目標為本，務求點都要派到為止。我亦曾經同一位派傳單同事，我嗰時同佢講緊嘢，佢居然可以喺灣仔天橋1分鐘派完10張傳單，連我都大吃一驚。呢位姐姐唔係笑騎騎咁派，但佢嘅專注力實在令我佩服。想做一位好嘅派傳單員，要多啲觀察，不斷優化自己嘅派傳單實力。如果你覺得自己能勝任，歡迎未來加入我哋呢個大家庭。